silakan Bapak yang di sebelah paling-paling. 来，掌声给你们大的激烈欢呼去哪里了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请雪儿哈，一样的用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哈，把你最漂亮的一面展现出来，好不好？还有我们腼腆的一个笑容哦。来，音乐请下，谢谢。 抽出你要回答的问题。